歡迎收睇新聞緊批，我係鍾佩敏。無記電視第一屆勁曲金曲頒獎典禮2015前日喺新醫館舉行，3500張門券一早賣晒。有電視現場直播之外，仲喺港九多區做露天直播。咁大陣仗，其實咧係一個以頒獎典禮形式憑歌寄意、諷刺時弊嘅音樂節目。無記電視點解會咁受歡迎呢？成個節目大家都睇得好舒服，好似黃子華嘅棟篤笑一樣，都係由頭笑到落尾。呢一個典禮咧，其實同70、80年代嘅歡樂今宵冇乜大分別。相信咁樣講呢，一班成熟嘅觀眾會較容易理解。以前嘅勞動階層手停口停，經濟壓力幾大都好，做完嘢返屋企食飯呢，只係想輕輕鬆鬆睇下電視娛樂下，睇下江欣燕扮梅艷芳、盧海鵬扮羅文，仲有阿燦扮蔡楓華唱《舌到空虛》。今日呢，打工仔每日返工養家固然有壓力，就連小學生都同樣有考試壓力。再睇下新聞，特區亂象叢生，政府施政又漠視民意，嗰種冤屈啊，就有如滔滔江水連綿不絕，一發不可收拾。嗱，睇下無記電視，佢就係憑藉一啲聽起嚟無厘頭但係有意思、幽默咧，而且有啟發性嘅資訊，係一種發泄嘅途徑，係精神寄託，亦都係慰藉。無記電視點解會咁成功呢？有3點。第一，俾大家咧可以笑住面對社會嘅無稽又荒謬嘅實況。有冤無路訴，正正係香港人面對嘅困境。透過2次創作嘅改編歌，就係對現實嘅控訴。10首金曲中，包括有以空襲警嘅空追人，講下戴古箏搭唔到港鐵嘅想搭很難等等。典禮最後以一首真香港地作結，識得聽呢，其實係笑中有淚。第二，節目嘅風格夠本土，佢充滿住令人懷念嘅港味同埋港式文化。其實所謂嘅2次創作呢，都唔係呢一代嘅產物，上一代嘅歡樂今宵已經做緊，咁算唔算抄橋呢？咁梗係唔係啦。只要係用心創作，雖然流程同埋製作呢有啲甩甩流流，但顯然無記電視絕對唔係是是但但。第三，有曾如曾、徐小鳳等人現身支持，令到節目生色不少。最重要係有幾多人有勇氣，又覺得有需要出席支持呢？另外亦都要多謝 Shell 肯花錢贊助呢一班廢青。今時今日方丈好小氣嘅氣候之下，有膽贊助對政權冇句好話嘅媒體，單係呢一份勇氣呢已經足以令人敬佩。加上有 Now TV 直播，一個網上蚊型電視已經可以喺大眾媒體播放，仲唔係贏咗一仗？最後一定係主腦林日曦同埋一班熱血員工嘅執行能力，佢哋集結網絡力量並且付諸實行，成為實質嘅行動。不過無記電視可唔可以一躍成為主流，就要睇呢一股氣勢可唔可以延續，可唔可以繼續得到大家支持。而呢一樣嘢就取決於無記電視要繼續做好自己，做一個真香港仔，繼續炮製屬於香港人嘅節目。今日講到呢一度，拜拜。